大家好，我係立川大介海之迪嘅產品研發顧問。市面上銷售嘅好多褐藻糖膠保健品，多數係膠囊形式。然而由於各種原因，仍有唔少人喺服用膠囊嘅時候感到困難。因此，我哋特別研發咗海之迪液體型，希望能夠為追求唔同服用方式或偏好液體形式嘅顧客，提供一個更方便、更容易攝取嘅營養補充選擇。海之迪液體型，清爽檸檬口味，一支約等於10粒膠囊份量。產品由日本 GMP 同 HACCP 認證廠房製造，採用玻璃瓶包裝同雙重殺菌，獲 JHFA 認證，通過 SGS 檢測無輻射，讓你安心服用。海之迪褐藻糖膠液體型，滴滴精華，體驗裝2支只需500蚊，附送量杯1個。